这3把金钥匙，要一把一把的找。眼下李定国行踪不定，郑经远在台湾，只有吴三桂那把最容易得到。皇上的意思是，要臣去一趟平西王府，偷金钥匙。朕是不能下旨要吴三桂交出金钥匙，那样的话，他会抵赖说这把金钥匙早在山西的时候就已经被刘德昭的手下给劫走了，所以朕得派人悄悄地去偷，而且这个人还不能是宫里和朝廷里的人。臣明白了，臣不会找宫里的人去做帮手，而是去江湖上招募一些臣以前闯荡江湖时所认识的武林高手，只说是去平西王府劫财，不说是去偷金钥匙。如果成功了，臣便回来复命；如果失败了，臣宁愿一死，也绝不出卖皇上。李太医，此次行动十分危险，你一定要多加小心。若情况不妙，务必全身而退。臣定当不负皇上重托。那奴婢也去，正好有个照应。你去做什么呀？你不过就是轻功好，逃命还行。你去了哪是帮你哥哥的忙啊？那根本就是拖后腿。实话跟皇上说吧，奴婢在这皇宫啊，也待腻了，想要去江湖逍遥自在一番，顺便找到奴婢的未婚夫。离婚！不许去！凭什么？我们有言在先的，我早晚会出皇宫，找到我的未婚夫成亲的。老大，别再跟小弟赌气了。奴婢不敢，皇上别再折煞奴婢了。那日在刑场之上，奴婢跟龙三已经断绝了兄弟之情，如今已经不再是兄弟了，而是君臣。好，那朕就下旨让你在宫中陪着朕，永远都不得离开。那奴婢如果非得要走呢？您是打算把奴婢的双腿砍下来啊，还是用铁链子把奴婢锁进天牢呢？易欢，皇上胸怀宽广，又重情义，所以才对你一忍再忍，你怎可不知好歹，得寸进尺？你那未婚夫迟迟不来寻你，想必是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待他完成了心愿，归来寻你之时，你再向皇上辞行也不迟啊。到那个时候，皇上一定会放你离开的。欢梅，不要再跟康熙置气了，这样改变不了什么。眼下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尽快找到真的铜匣，查出内奸。我再借此次盗取金钥匙的任务，彻底激化康熙跟吴三桂的矛盾。我听你的，朱哥哥。对不起，欢梅，我知道这样很委屈你。等我们完成任务，我马上带你离开。朱哥哥，你不用跟我道歉。也许你跟师父都是对的。等光复了大明，你当上了皇上，也许你会是一个比康熙更好的皇上。欢梅，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一定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望。太子，此次康熙派你去滇都抢夺金钥匙，没安着什么好心。若是成功了，自不必说；若是失败了，他可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也不至于跟吴三桂闹翻脸。只是康熙万万没有想到，我们正好可以将计就计。等我拿到金钥匙以后，我就交一把假的给他，再向吴三桂透露我们是受了康熙的指使，从而进一步激化康熙跟吴三桂的矛盾。太子此计甚好，只是吴三桂早已知晓金钥匙的秘密，定会妥善收藏，并派重兵把守。你一个人前去，恐难达成任务。我等师长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跟你一同前往。若有诸位师长相助，此次去滇都盗取金钥匙，定能事成。可是吴三桂的平西王府机关重重，咱们这些人除了雪衣居士，没有人懂得机关阵法之术，所以没有他的话，此事不行。六师傅去山西追杀裘贵去了，也不知道得手了没有。
盗取金钥匙也是当务之急的，我们得赶紧通知雪衣居士，让他杀了裘贵之后，火速赶往滇都，与咱们会合。这事儿就交给我吧。最近我训练了一批信鸽，正好派上用场。什么人竟敢闯平西王府？你没想到吧？一路上与你朝夕相处的叶倩影和叶默生都是著名联盟的奸细，他二人根本不是兄妹，而是师姐弟。叶倩影本姓樊，应该叫樊倩影，他爹就是前明御医樊离。他们与你的相遇根本不是巧合，更不是你和一个女人一见钟情的艳遇。父王。去，把叶氏兄妹给我擒了，拿回金钥匙，你就还是我吴三桂的儿子。倩影，二公子，倩影，这些日子我一直忙于王府事务，没有抽空陪你。你可觉得孤单？还好，有王妃每日陪我四处游玩，而且每晚我还要配合心法内功，加强这冰肌雪肤膏的药效，并不觉得孤单。那就好。让我看看，你的脸遮得怎么样了？你怎么了？来，倩影，你还记得第一次我们在客栈遇劫的时候，我对你说的话吗？吴公子，你别追了，这三更半夜，荒郊野岭的实在是不安全。我不怕，我担心你。其实，你只是一侧的脸颊有一点小小的伤疤，可是你的五官以及轮廓却是那么的精致，你根本不必在意的。倩影，
看到了吗？你是那样的美丽。这是我吗？这真的是我吗？是你啊，这当然是你。倩影，你在我心中本就是一个内外兼修、文武双全的优秀女子。二公子，你还要叫我二公子吗？叫我应气。应气，多谢你，你给我的不仅是一份美丽的容颜，更是一份难得的温情。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事到如今，你还想骗我？你们明明就是明珠谷的杀手，你们也不是什么兄妹，而是师姐弟。你们遇见我也不是什么机缘巧合，而是为了那把金钥匙。你什么都知道了。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了；不该知道的，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你还想知道什么？我想知道你接近我除了金钥匙之外，有没有一点点喜欢过我？不要撒谎，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你杀了我吧！虽然你没有喜欢过我，但我却是真的喜欢你。
还有你的师弟，你们都走吧。你说什么？你要放了我们？我父王已经在府外设下了500禁兵，你们逃不出去了。拿着这把匕首，以我为人质。可是，如果我们走了，你怎么向你父王交差？我自有办法，别犹豫了，压着我冲出去。范千影、叶补生，你们赶紧放开二公子，我还能替你们兄妹2人在王爷面前求个情，否则的话，我今天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让开，否则我就杀了二公子！混账，还不让开！快让开，保护二公子要紧！慢着！干什么？你们想害死二公子吗？丽妃娘娘吉祥。哎呦，听说我们的世淑姑娘在做女工呢，这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来来来，快坐下，喝点茶吧。哎呦，哎呀，现在丽嫔娘娘升做丽妃娘娘，开始取笑我了是吧？哪有？我升了丽妃又有什么用啊？这整个皇宫谁不知道，皇上最宠幸的是一个什么名分都没有的世淑姑娘。我才不想皇上宠幸我呢，没什么稀罕的。哎，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啊！这是我第一次做女工，特别丑，你别笑我啊。咱俩一块长大，我还不知道你。来吧，我不会笑你的。好看吗？哎呦，这针脚可真是够粗的，果然是见不得人。不过没关系啦，你的猪哥哥一定会视若珍宝，不会嫌弃你的。这个不是给猪哥哥的。荷包是贴身之物，这又是你第一次绣荷包，意义非凡，不给猪哥哥给谁啊？这个荷包是给皇上的。你不是说对皇上已经死心了吗？我还以为你以后会一心一意地对待大师兄呢。我是对皇上死心了，我也正在努力对猪哥哥一心一意。可这是猪哥哥嘱咐的，他说让我别再跟皇上冷战了，尽快恢复以前亲密的样子，所以我才绣的这个荷包。大师兄也是为了大局着想。大师兄对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心里一定很矛盾，很痛苦。薛姐姐，等我们查出了内奸，找到了铜匣，撤出紫禁城，猪哥哥就不会再难过了。看到你终于能回心转意，
我真替大师兄开心。应琪，我现在已经没有资格叫你应琪了，还是叫你二公子吧。二公子，多谢救命之恩。你们快走吧，我不想再见到你们。如果下次相见，绝不容情。二公子，二公子，撤！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二公子，你没事吧？让他们跑了，这个王爷可怎么交代？快，在我胳膊上砍一刀。啊！这还不动手？一欢，明天是你的生日。这个呢，是太皇太后念我在皇上微服私访的时候多次救过皇上，赏赐给我的蜀绣，连皇后都没有呢。你不是生平有3大愿望吗？一愿吃遍天下美食，2愿穿尽天下美衣，3愿治好你倩影姐姐的脸。所以啊，这个珍贵的蜀绣，我就转赠给你，作为生日礼物。真的好好看啊！雪姐姐，你对我真好，从小到大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我。谁让你是我的乖乖小师妹呢？对了，其实你对皇上付出了更多，可是这太皇太后不仅没有赏赐你，连召见你、嘉奖你几句都没有。哎，我才不稀罕那个老太婆奖赏我呢。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才不会替那个说话不算数的伪君子皇帝出生入死呢。大师兄要是听到你这番话，指不定有多开心呢。哎，对了，你和大师兄还有康熙是同一天生日，我还有一件生日礼物要给你，你猜猜是谁送你的？什么呀？哇，石头小猪啊！长得跟我还有点像呢。是你的猪哥哥送给你的。大师兄啊，担心他来不及赶回京城，早就预先给你准备好了礼物，放在我这儿，托我转交给你。你的猪哥哥是让你把它挂在胸前，系在心间呢。哎，可是我手太慢了，光给龙小弟绣了一个荷包，猪哥哥的生日礼物还没有准备呢。没关系，虽然荷包是给皇上的，可是你的心是向着大师兄的呀。大师兄知道了，一定会很满足的。王妃，你慢点儿，我要再去晚点儿，我琪儿性命就不保了。不会的，王爷一向很疼二公子的，他不会真的杀了二公子的。叶姑娘，你怎么还没走？我不放心二公子又回来了，我要和你一起去救他。你若被王爷发现，性命就难保了，那岂不是辜负了我琪儿对你的一片苦心？王妃放心，我自有办法。府上没有人见过我的真面目，
我现在马上假扮成你的丫鬟，随你一起去王府。不行，你去只会火上浇油。虽然我琪儿对你一往情深，但她不可能随你离开平西王府，跟你去浪迹天涯。你还是赶紧走吧。王妃，对不起，我必须去见二公子。我用的手法很轻，你的穴道很快就会解开。希望你尽快赶到平西王府，和我一起救二公子。至于你是否向平西王揭穿我的身份，就由你自己做决定吧。他们就这样拿你当人质给跑了。父王息怒，是孩儿一时冲动。当孩儿知道樊千影是明珠谷的奸细之后，很是气愤，想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这么对我，于是跑去和他对峙，结果没想到他却突然对孩儿出手，孩儿奋力抵抗，结果却不是他的对手。当他一剑刺向孩儿的手臂时，孩儿才幡然醒悟，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王爷，都怪属下无能，竟然让那2个奸细给跑了。父王，此事是孩儿一个人的错，与石将军无关。是吗？来人！王爷，将这个不孝子推出去斩了！父王，王爷，万万不可！二公子固然有错，但是罪不至死啊！父王息怒，孩儿知道错了，就请父王饶了孩儿这一次吧。你知道错了？你错在哪儿了？孩儿错在明知樊千影是明珠谷的奸细，却妄想用儿女之情企图打。住口！你到现在都还想骗我？现在知道疼吗？据我所得的密报，樊千影可是明珠谷一众前明精英联手调教出来的绝顶杀手，而你不过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他若对你下手，你还有活的机会吗？这一剑不伤及要害，就说明他对你手下留情。你二人分明是你侬我侬，商量好了，你故意以自己为人质，放他逃脱。我说的可有错？父王英明，孩儿的小心思瞒不过父王，孩儿私纵大敌，罪不可恕，请父王恕罪。都小心点啊！要是把他掉下来摔了，我跟你们讲，你们的脑袋就咔咔搬家了。小心点儿。李公公啊，宜欢姑娘。哎，啊，皇上今天怎么没去御书房啊？皇上今天在御花园办大寿，这个后宫的太皇太后啊、皇后啊，所有的后宫嫔妃，全去御花园给皇上贺寿去了。哎，他没让你去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笔墨侍书，哪有什么资格跟皇上一同庆生啊？哎，宜欢姑娘，不是老奴多嘴，你这个性子啊，你得收敛一点儿。当初皇上扮成侍卫跟你结拜，只不过是一时兴起，图一个好玩，你还真就当真了。我跟你说，皇上毕竟是皇上，幸亏他胸怀宽广，对你又是一番真心。这要是换了别的妃子啊，竟敢忤逆皇上，就咔早就被皇上处死不知道多少回了，你知道吗？当心点儿。王爷，
你是何人？回王爷，奴婢是侧王妃新买的丫鬟秋月。侧王妃得知二公子违反了王爷的军令，要被军法处置，竟然急晕了过去。奴婢特意来禀报你。叫他急，都是他教的好儿子。秋月，还不快回王府照顾侧王妃去！侧王妃有望月他们几个伺候着，侧王妃要奴婢来守着二公子。笑话！我违反了军令，王爷处罚我，你守在一旁又有何用？还不赶紧退下！慢！秋月，看着你，倒是比寻常的丫鬟胆子大了不少。若是望爷他们几个，在本王的盛怒之下，早就浑身颤抖，站立不稳，你倒还能神色从容。王爷，手下留情！王爷，王爷，求王爷手下留情，饶过琪儿吧。贱妾愿受任何责罚。你的账，我回头再跟你算。愚人把儿子娇惯得这么不知轻重，为所欲为。贱妾知错了，王爷。但是贱妾膝下只有琪儿这么一个孽障。只求王爷看在贱妾的份上，饶过琪儿，贱妾愿受任何责罚。起来吧，跪在这里，成何体统？谢王爷。琪儿，难怪你父王震怒，你怎么可以为了一个女人，敌我不分，私纵强敌？王爷，琪儿只不过是一时为情所困。想当年王爷年轻时，不也曾冲冠一怒为红颜吗？琪儿这般多情痴心的性子，倒正是随了王爷的天性。琪儿，没错，世人皆说，父王年轻时曾冲冠一怒为红颜。可当年父王乃是审时度势，察觉前明江山气数已尽，才迎着清军入山海关，成为这大清的开国重臣，并非只为了陈圆圆一个女人。若是父王只痴恋陈圆圆一个女人，又怎会再娶了你娘？又哪来的你呀？是贱妾头发长见识短，胡言乱语了，王爷。但是这人不风流枉为少年，琪儿只不过是一时为情所困，难以自拔，并非有意忤逆王爷，还请王爷饶了琪儿。琪儿，还不快求王爷恕罪！孩儿知道错了，求父王恕罪。希儿，看在你娘的面子上，你只要肯在父王面前立下重誓，从今以后与那个樊倩影一刀两断，心里不再想着他，父王就饶了你。琪儿，还不快快向王爷立下重誓！娘，父王，孩儿不能立此重誓，孩儿不想欺骗你们，因为孩儿做不到。琪儿，你就醒醒吧！那个樊倩影对你的感情根本不是真的，他接近你就是为了利用你，他根本就不爱你，更不值得你爱。不是的，我相信倩影是爱我的。父王，虽然我们俩立场不同，但是我们俩却是真心相爱的，并且我们俩谁都不愿意玷污了这份真情。王爷，来人！二公子违反禁令，私放强敌，罪不可赦，拖出去给我斩了！王爷，万万不可呀！王爷，王爷！
倩倩只有琪儿这么一个儿子，王爷若杀了琪儿，倩倩也就不活了。王爷，你现在可愿立誓了？快呀！父王，儿子早已对倩影立过誓，永不相负。我若是再发一个假誓，那不仅是对倩影不忠，也是对您不孝。拖出去！王爷，王爷，你若杀了琪儿，倩倩此生已无可恋。王爷，就此永别。娘，王妃，娘。罢了，玉柔，看在你尽心尽力扶持了本王20年的份上，我就饶了琪儿这一次。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饶。来人，将二公子推出去，重责50军棍。是。谢王爷不杀之恩。你给我千万忍住，不可露出任何破绽，不然你帮不了琪儿，反而会害了她。就打剑气吧，王爷！王爷，求您了，王爷！琪儿，我们不要再打了，王爷，求您了，王爷啊！打！求您了！军令如山。环肥燕瘦，春来秋菊，好漂亮。皇上，妾身祝您万寿无疆，福寿安康。皇上，臣妾知道皇上朝政繁忙，常常睡不好觉，所以亲手为皇上缝制了一个荷包，荷包里装着12味中药和香料，既能驱蚊虫，又能安神解乏。臣妾手笨，自然不能跟各位姐姐相比，不过是臣妾的一点心意罢了。这个荷包绣得真漂亮，闻一闻还有一股清香呢，神清气爽。有劳贤妃了。这贤妃的手啊，真巧啊，比起这御用绣娘的手啊还要巧。着实，在哀家看来，这后宫里头啊，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她呢。
经方可谈，一生的愿，将心留于人世间，受我乾坤。闲风雨自在云端，花开之间，留蝴蝶掌心清泉，天与地开在眉间，谈千秋，万事还原，心中细流，回远方清泉，回首一生圆满。天与地开在眉间，谈千秋，万事还原，书几许情愁。